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就揀咗第四場賽事同大家研究下四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擺前面嘅馬有首度再來、暴風之子、兄弟再贏同埋堅多福，步速呢預計係正常嘅。咁啊2、3、4、5、7、11，咁可以畫咗佢先嘅。留意翻7號馬兄弟再贏呢就有缺貨嘅，狀態比較好嘅馬有爆出美麗同埋堅多福，咁大家就可以喺畫正嘅馬入邊揀自己嘅心水啦。我都揀咗我嘅心水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係6號嘅爆出美麗，咁啊狀態好好啦，其實近幾次呢喺沙田都跑得幾好嘅，佢就冇乜前速嘅，今次抽到嘅一檔咁啊，希望唔使留到咁後啦。對佢發揮咧會有幫助嘅，過嚟谷草真性分子嚟噶啦。然後就係1號嘅本領非凡，咁啱啱月頭跑完，而家又跑，咁啊雖然已經係6歲馬啦，但係個狀態就一直都保持到嘅。你話佢係咪好突出？又唔係，但係喺呢組抽個2檔，佢個能力咧夠用噶啦。然後就係8號嘅八心之星。咁啊，上場出閘咧慢嘅，留咗喺最尾度跑啦，轉彎就揈咗出去5碟度追，咁一路追一路內閃嘅，但係其實個走勢咧係非常唔錯嘅。如果佢唔係轉彎蝕咁多咧，贏埋噶。咁啊，今次3檔喎，咁啊相信表現咧會更進一步嘅。最後就係10號嘅真叻仔，咁啊3歲仔啦，唔聲進步緊嘅馬嚟嘅。睇翻佢血統啊、身形啊，其實過嚟谷草1650呢就啱佢發揮嘅。咁今次個檔位又幫到手啦，不妨拖埋佢啦。其他剩翻嘅就可以留意下紅磚戰士同埋堅多福啦。咁啊第4場賽事分析過，睇下啱唔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、到咩馬嘅朋友，就可以加入我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可以睇下我頻道簡介或者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